我们新化区是一个运动风气鼎盛的一个区我们是少数区拥有体育运动公园的在37区里面，而且我们的各级学校也培养了各类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顶尖选手。如果对于下雨天或是一些风比较大的情况下，对于使用这个球场的人会有相当大的好处。原先呢，我们体育公园里面本来就有户外的一个球场，那民众在下雨天或是艳阳天要打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热啊，或者是不方便，所以我们就也依据民众的需求还有一些市府，还有一些议员立委的一个协助之下，我们争取了这一座风雨篮球场的一个新建。那新建完之后，不论是在那个艳阳天或下雨天，都可以提供民众一个更优质的运动环境。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为了提升全民运动风气，台南市政府积极为地方筹措经费，新建风雨球场，让市民在雨天或是艳阳天都能有舒适的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会持续改善场馆等运动设施设备，积极营造安全及便利的运动环境。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个风雨球场事实上中央补助了1020万，市府自筹580万，总共耗资1600万。那这么多的费用，事实上，可以带来地方上许多便利啦。尤其如果碰到下雨天的时候，那这个或是这个白天太阳高照太阳太大的时候，那我们风雨球场就能发挥功能不会免除日晒雨淋，而又能够专心运动的这个好处。那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相当宽敞，总共有1470平方公尺，也就是将近500平，400多平，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有这么好的一个遮蔽让民众安心的活动跟运动。那其实我们新化运动公园有很多设施，像树木扶疏都已经树木都已经很高了。那所以说，有时候在树丛下，在树林下，有时候在风雨球场底下，都能够达到最好的运动效果。希望大家来运动，不要再找借口说什么下雨天，说什么太阳太大，有风雨球场就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7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文化古迹密集的市中心，因为停车的需求一天一天增加，所以台南市政府特别在友爱街设立103位的机车立体停车场。今仔日启用仪式过后，一直到228，拢是免费试停，预计3月1号正式营运。位于友爱街原本的警察宿舍，为了应用热门的古迹观光区，当地连一台机车车位拢排找困难，所以市府将288平方公尺宿舍拆除，规划成机车立体停车场。透过数时摄影，将这一冬来兴建的过程做全记录。为了见证完工启用的即刻。27号上午，市长吴美婷伫这座议员陪同，共同骑电动机车将立体停车场来宣传，欢迎民众好康到小报多多利用。请看面对媒体的正中间。好，友爱机车停车场赞不赞？赞。市长赞不赞？赞。这个是在蛋黄区中的蛋黄区，在府城区的蛋黄区，其实机车位是很珍贵的，尤其骑机车来台南玩的人非常多，那想到来这边走走逛逛的时候，那机车的停车问题，正好来这个机车停车场可以迎刃而解。我相信，停车费基本上不会很贵，那个提供安全舒适的地方，来让好朋友来停车。所以呢，这个总共花了1400万，那总共花了2100万
那总共有103席的机车停车位，那可以为周边的商家或是观光客或者是市民朋友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停车空间，也欢迎大家一起利用。而且这个地方哈，我想因为机车停车位一位难求，因此呢，我相信一定会很抢手。所以呢，我欢迎大家一起来。好，如果有这个需求，来友爱路机车停车场。交通局长表示，该机车停车场总共103个价位，比较汽车都要有车牌分辨等智慧系统，冇提供共享机车。了解设立电池交换站，同时伫厝尾顶设立太阳能板，环保个热好。面对台南出现这第一座公有机车立体停车场，议员有肯定冇建言。想要在市区有一个合法然后又好停车的一个空间是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也是乐观其成哈。但是我们刚才骑上来的时候，其实那个坡度蛮陡的哈，然后其实车道也蛮窄的哈，所以也是我想交通局也是要加强提醒大家哈，未来可能在进出啊会车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多加的小心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哈，因为其实在台南这个立体的机车停车场其实还是很少见哦，那也希望是一个开始。那刚好是在市中心哦，也相信一定可以带来很多民众或是游客更方便的这个停车空间。交通局表示，停车场启用以后，一直到2礼拜年假拢是免费试停，预计3月1号正式营运。而收费标准则是每一摆20块，过暝则是另外计算。另外，为了照顾周边的里民，有月缴400块优惠。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满岛排水沿岸地区伫过去这落大雨，就真容易涨水，甚至有时阵会淹水淹到下营。所以市长黄伟哲上任以后，积极规划改善。其中大溪桥伫经过多年施工以后，总算伫过年前正式通车。为伫满岛排水经过下营沿线，其实长期受雨季水灾困扰，所以市府干务局积极争取当地桥梁改建。其中大溪桥伫中央甲市府合作，开卖1亿4000万。经过当元施工，26号市长委托伫节节民代陪同正式办理通车典礼，地方嘛拢抱着办喜事的心情，场面热烈。请检查。感谢工程完工通车，掌声鼓励一下。来到下营大溪桥改建，终于能够顺利完成哈。这个工程其实地方期盼了很久，那感谢中央跟我们工务局的合作，能够把这个工程顺利在1年2个月很快的时间内把它完成。然后呢，中间经费总共是1亿4000万。那中央补助1亿1000万，地方自筹3000万。但是不管是多少钱，能够给这个地方的民众一个顺利、便捷、安全的交通环境是最重要的。然后能够因为桥梁的增高，又能够让将来通水断面能够变得更安全，再也不用担心说这个下雨的时候桥就要被封掉被封闭掉。这个部分是既安全又便捷的一个桥梁。大溪桥完工通车以后，除了落雨，唔免搁再惊涨水来封劈桥梁，嘛有当地交通的处理更加安全利便。市府表示，除了桥梁的改善、堤防加悬、加抽水站的部分，嘛拢会赶紧向中央来争取，嘛算是过年前送予当地民众一项安心的新年礼物。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春节假期将要来到，台南市警察局应控分局表示，在年假期间将会加强维护治安，同时提供替代道路，让民众参考预防塞车。尤其面对这波疫情，嘛特别呼吁大家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春节年假期间，因为人潮流量增加，所以伫各方面会需要经济警力来投入。台南市应控分局特别伫新年年假来到进前，提醒民众伫春节应该要注意的各方面事项，并呼吁民众因为疫情状况搁咧升温，所以民众伫外口一定要遵守各项的防疫规定。春节这段时间是民众大量返家回潮的时间，当然很多的警政工作都会集中在这个时候来实施，特别是在治安工作，我们
特别强调犯罪预防跟侦防必重的做法来让整个地区能平安稳定尤其防窃、防抢、防盗等是列为重点，尤其也对于相关的查缉赌博以及暴力犯罪等集团会加强查缉。那对交通顺畅的工作当中，我们以机动调整的机制来因应各项交通的变化。当然，我们对于相关的一些国道交流道的一个高承载以及相关的一个违规的取缔也会列为重点，让民众在道路当中能掌握到平安回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对于后续我们因为最近疫情的升起那我们警方在执法当中，除了会加强防疫的一个稽核检测之外，当然这边也呼吁民众在各项的防疫注意事项，自己的安全要格外小心。出门在外除了要平安回家，也要有防疫的安全。当然尤其最近期我们对酒驾的取缔也列为重点。那希望说在参与相关的餐叙饮宴的时候，特别注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免以身试法，伤人又伤己这一点也特别在这边跟民众做个呼吁。最后，我想代表永康分局全体同仁向各位道声新年快乐，虎年行大运。春节期间，警察会注重伫重点的路段来进行交通的疏导，并伫人潮较济的所在会加强巡逻。警方呼吁民众伫连假的期间，因为返乡车潮较济，所以爱呼吁大家爱加利用替换的道路，避免造成严重的塞车。放假期间，为着袂影响到交通，嘛加强来处理，并强力执行酒驾检测。仁德交流道2月3日初3至2月5日初5等3天，从早上7点至晚间7时，封闭北上入口。往年民众大多会利用大湾交流道来北上，因为永康交流道有2个北上入口，历年来车流量较顺畅，请北上民众多多利用永康交流道，尽量避开大湾交流道。使用替代道路方面，由高速1街右转中山南路，左转大路上高架桥来使用永康交流道北上。永康分局在此提醒，中华路与中正南路及中华路与中华一路等2处，已设置科技执法系统，取缔闯红灯及违规停车等多项交通违规，从2月1日起正式启用。连假期间，民众务必遵守交通规则，配合警方的指引。另外，要提醒大家，对2月1号开始，新的科技执法会开始进行，请民众一定要遵守交通的规则，避免造成新年红包的损失。最后呼吁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好防疫措施，出门伫外口就要加洗手、挂好喙安，各人爱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伫咧警察执勤的时阵，嘛开始做好防疫措施，共同努力来守护台湾。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政府每一档拢开大钱来推动污水下水道并家庭污水接管率。透天厝的部分是由政府负责接管，但是结合式主体大楼却无。对此，议员李启伟召开记者会，希望水利局会当比照办理。议员李启伟表示，根据统计，台南市的大楼超过3000栋，不过全市的污水接管率却无到30%。尤其台南的余污分流，虽然是对安平的5期重划区开始，但一个大楼的集合式住宅，当初伫咧起厝的时，嘛无污水的监管会当接。对此，议员建议，希望大楼忙的比较透天厝，由政府来负责接管。透天啦，咱讲咱南部这透天厝那真济像这透天厝咱即马政府嘛是拢尽量来努力来甲因接落污水管嘛像就是讲这一寡大楼的部分啦因为其实像这个大楼他们这个也是集合式住宅，也是住用住宅嘛像这照理来讲透天就会使啊，大楼应该嘛是更加也是可以来做处理嘛这有那是咱的政策安尼，这对我们整个的一个污水的接管率像我们公部门政府也很追求这个数字啊这应该接落黑有那是会整个又更加的好更加的一个提升。不管是大楼或者是一般住户只要是在我们系统范围到达得了的地方，我们都努力要去接管
那但是可能有一些部分地区啊，不管是一般的平房或者是这个大楼，好，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管线障碍或者是管线无法到达的部分，好，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可能在刚开始系统部件的时候，可能没办法去做及时的接管，但是我们后续都会找一些标案，把管线尽量布到达地方去做接管，这部分我们会努力去做。虽然水利局副局长回应，大楼的污水接管确实会用咧大大提升污水的接管率，不过卡伫个监管的时间，甲大楼的污水池是毋是爱填平，经费上也是一大个问题。对此，水利局会搁再向中央来争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首次聘请日本籍的学者指使建制来担任研发长以后，短短半冬来透过人脉协助台湾甲日本交流。日前，佮透过山口电视台网络视讯举办山口县的名产试食会，邀请义在会先员参加，学校嘛甲山口电视台签约合作。台南应用科技大学伫研发长指使建制的努力，就任半冬外来协助台日的交流。对去年9月份，甲日本总务省甲山口放送来合作，举办山口县名产的品尝试吃会。对超市的试食学生的交流，到日前透过山口电视主播的视讯，伫校内举办大型的试食会，由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校长黄宗成、董事长黄基正，邀请校内外的贵宾，包括有商界的义载会成员、学术甲医界的代表参加会中，并且促成校方甲山口放送的签约合作。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山口电视台来签合作合约。那我想签了合约之后呢，希望山口放送把台南应用科大当作自己的台湾基地那除了跟 TVS 合作之外呢，我想我们台南应用科大有很多系所都可以帮忙这个山口电视台在台湾放送节目，推广山口县的农特产品。我们有3个大学社会责任计划，也就是把他们来当国际志工。那有这3个计划带领我们这个20个系的同学到日本去做这个创生计划，来做一些公益。那希望呢也能够跟山口放送合作，把我们台南应用科大在日本的这个国际合作、国际志工计划也给我们山口县的居民知道。研发长表示，会甲山口县的合作，主要去年5月份，山口县议会甲台南市议会缔结姊妹会，伫个产品的试食会中，除了介绍当地的名产，另外还有15种的日本酒，提供贵宾来品尝，并且介绍山口县的观光旅游景点。这个是五重塔，在这个五重塔的附近有一家店它是可以帮你穿日本服的。然后日本的服装穿好了之后，也可以在这个五重塔前面拍照。这个在台湾是非常受欢迎的。山口县还有其他许多的景点，希望你们大家能够亲自来到山口，亲自体验这个山口的魅力。议会贵宾有海盛航运的董事长洪黄锦、台湾皮革大王杨震、凤基国际机械董事长甲王建章医师一家人，伫个试食会结束进前，山口放送嘛特别做了问卷，所有参与的贵宾嘛拢一直学乐，并且推荐山口县的名产，希望伫个疫情过后会用来实地参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伫5横公会堂举办的新春系列活动，第一档邀请各马各居士推出浮雕唐卡艺术展，
展出甲清朝乾隆皇帝不同的壁画、相似的大型唐卡，堪称是总团佛教文化甲台湾工艺完美结合。唐卡是藏族文化当中一种真有特色的绘图艺术，是藏文化传承的重要物件。运用唐卡配合木雕雕刻，拢总展出20几件台湾木雕大型的唐卡艺术，是表现出来我们台湾在木雕上面的一个技艺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各位在欣赏木雕唐卡的同时呢，一定要专心凝神来观赏，不要走马看花。如果只是走马看花的话，那太可惜了。用你的心来与所见的木雕，无论是本尊或者是护法，当你看到某一尊，你内心有特别的悸动感动，那很可能你过去世曾经修过这一尊本尊的法门，这也是找到过去的我。来自西藏的一个1000年的一个文化透过台湾的工艺，能够做一个淋漓尽致的展现那能够做这样推动，其实背后可以知道说，台湾有很多默默在耕耘的这些宗教人士，以及背后更大的一个支撑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其实是非常的可贵可以从这一次的这个已经历经20-30年的这样的一个唐卡到今天可以看到说它集结这么多的一个力量。那这次是透过大学端以及文化局的这个策展，那这策展名称叫做解密这个泛华印象展这个格玛式的一个木雕唐卡艺术那这个展览可以看到说，它能够去做一些什么样解密呢仁波切刚刚提到说，当你看到哪一个木刻哪一个本尊，哪一个护法，哪一个诸佛菩萨对你有感的话，我想这是一个很有可能的。展览对2月1号一直到3月中旬，展出20座的大型佛瓶雕刻唐卡，每一座高度拢达到280公分。中央音乐伫咧公会堂的表演厅空间内面。素来台南市本来就是文化古都，本来就是台湾第一个城市，有很高的这个文化底蕴。但是我们看了格马可居士所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快木雕的唐卡，它所展现出来的艺术的价值跟宗教信仰的重要意义，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那也让这个不同文化间造成非常好的一个良性互动跟交流。那我感谢格马可居士长久以来，不管是在社会公益，或是在艺术文化的保存，甚至宗教的弘扬上，都有非常重大的贡献跟成就。我们也期待这个展览能够让更多市民朋友们在新春期间，或者是观光客，或者是远道而来的信众，大家都能来瞻仰这些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非常珍惜的这个快木雕唐卡，能够让大家一开眼界，能够让自己充满法喜，也让提升自己的艺文艺术的这个层次。噶玛家居士落本天津仁波切嘛期待，透过中央的展览，会当向社会大众传达正确的观念，让经济人会当受到佛祖菩萨的保庇，嘛希望给疫情带来经济祝福。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